歡迎嚟到設計 List 分析系列嘅第25日。今次客人同上次要求差唔多，不過並唔係同一位客人嚟嘅，但係情況一樣啦，都係萬六蚊打機同埋多咗繪圖嘅需求。我哋俾咗個報價客人嘅，咁睇完我哋就繼續落去啦。繪圖多工等等嘅情況，我哋一路以嚟都講啦，其實 Intel 一定係會比較好少少嘅。今次我哋唔係想講 CPU， 而係繼續翻上次嘅話題，底板。咁揀到14700KF 喺慳 budget 嘅情況下，可唔可以照客人話齋 cut 底板呢？答案又睇上集嘅應該都知道㗎啦，係唔得嘅。嗱，點解唔得呢？我哋一齊睇下 Testboard 做嘅分析。同一粒 CPU i7 係一樣晶片中嘅效能情況。如果係得 default 65W 嘅情況下呢，效能得15000分，而95W 就18000幾分，甚至最高可以去到21000尾添啊！睇官網你會見到基礎功率65W 就夠，但係官方一樣有同你講其實180W 先夠。就咁睇同一粒 CPU 分數差距已經達到6000分，足足40%。你買粒 CPU 因為慳喺底板，可能幾百蚊嘅價錢出到嚟粒 CPU 嘅分數就跌咗40%。唔知道呢個結果足唔足夠說服你去用一塊好啲嘅底板呢？大家成日覺得底板好啲只係耐用啲，但係數據出到嚟，你見到效能影響到咁大嘅時候，會唔會仲認為可以 cut 底板呢？好，呢集都差唔多啦，同上一集一樣啦。share 咗條片嘅朋友一樣係可以獲得獎勵嘅，規矩同上次一樣。未睇嘅快啲去睇翻D24條片啦。如果大家中意呢個系列，記得 comment share 俾朋友，同埋 like 砌機有關嘅難題交俾我哋，等等我知成就你嘅遊戲世界。